若讲到即摆学生囡仔真少有机会会当来接触到田园的工作，所以草屯镇农会甲东德高中来合作，透过参访的活动，带学生到番麦田来体验到种植的辛苦，推广食农教育。虽然天气真热，不过这阵自台中来学生对土地充满热情，对农民的喜欢是这到田里体验种番麦，让他们体验这个务农的辛苦哈。人家说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那最主要呢，其实也是让小朋友哈这个食农的这个部分哈，可以做一个扎根教育。即摆囡仔还有机会进行农业体验，草屯镇农会和东德高中合作，在校园参访的活动当中，利用发展的优势安排这场食农教育。玉米勇士的课程，摘到的一个玉米拿到我们厨房，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玉米的披萨，还有把它做成玉米的蛋糕，然后再将汤品的部分把它做成沙拉，还有我们的甜品。这场食农体验，让学生到番麦田和农民互动交流。学校嘛负责参导饮食呈现，主办单位嘛期待会使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，会使让学生囡仔更加珍惜食物。